这大家平安。平安。咱做伙起立咱来学乐来敬拜咱的主。圣经讲，咱着爱安怎常常喜乐咱爱不停的祈祷，爱凡事感恩所以咱手招来。着常常欢喜，这是上帝旨意；着常常欢喜，这是上帝旨意；着常常欢喜，这是上帝旨意。念你基督所定的旨意，着基督无煞，这是上帝旨意；着基督无煞。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基督无煞。这是上帝的旨意，念你基督所定的旨意，着凡事感谢。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凡事感谢。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凡事感谢。这是上帝的旨意，念你基督所定的旨意，着凡事感谢。就是上帝的旨意，着常常欢喜。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常常欢喜。这是上帝的旨意，念你基督所定的旨意，着不停祈祷。着凡事说，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基督无煞，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基督无煞，这是上帝的旨意。念你基督所定的旨意，着凡事感谢。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凡事感谢。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凡事感谢。这是上帝的旨意，念你基督所定的旨意。这有三项事对无？第一项是啥？第一项，凡事感谢。凡事着常常欢喜嘛，对无？第二咧，祈祷无煞。第三。凡事感谢，凡事叫做大小事，拢来感谢啦咱来感谢咱主伊安怎恩待咱。咱用诗篇67篇第5到第7节，咱做伙来讲来宣告来。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乐你，土地有生产五谷。上帝，阮的上帝有祝福互阮。愿上帝祝福互阮，愿全地拢敬畏伊。伊袂照咱的罪恶惩罚咱，嘛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伊离开地有偌悬，伊的慈爱对定为伊的人嘛遐尼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予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所以这位上主咧是创造万项有，管辖万项有的所以伊有大权能，伊有丰盛慈爱，赦免咱的罪过，赏赐永远活咱承认来到伊面前，邀请伊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掌权邀请咱做伙来开嘴来祈祷来，咱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学乐感谢你，你是慈爱信实的上帝。感谢你，予阮有一条路通行，一条通天的道路，一条稳定的道路，一条会通有助你陪伴同在的道路。愿主你来是阮祝福，帮助阮会通知你听阮，帮助阮会通知你的真理，伫圣神的主日。愿主你圣神降临充满，你感动阮的心，知影明白你伫阮的生命中间的心意。创造宇宙万物，听阮每一个你所创造的人的上帝，
阮感谢你，因为你的主爱直到永远，你的信息直到万世代，你拢听阮，因为你是按照你的形象来创造阮人，你也将逐样的好物赏赐互敬畏你的人。阮上帝，你赐福，你为着阮开一条通天的道路、稳定的道路，一条有你陪伴到永远的道路。愿主赐福阮，互阮拢会通成做幸福的百姓。愿主互阮伫礼拜中间会当透过你的真理明白你的救恩。赐福阮下面的时间，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请坐。咱恳求主来帮咱来医治，来讨帮咱哦吼。咱用主的话，咱做伙来宣告讲来。伊对上主讲：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是我所倚靠的上帝。上主要救你脱离长鸟仔的罗网，甲致命的瘟疫。伊要用石甲你压地。互你比伫伊的实骨下，伊的信息最大势的盾牌保护你哦。哦，咱伫即几方面哦，即马囡仔吼伫考试呢，哦囡仔咧考试，拢爱面试，所以家长就会陪伴去面试吼。所以为着囝儿事实，咱做士大人爱有真侪才会付出。所以咱为着这个囝儿孙吼，因即马面对考试的吼，面对要找头路，咱求上帝来赐因，引带因头前的道路。咱嘛有这个身躯病痛的问题，咱恳求主来帮助咱，互咱会通甲伊有好的连结吼，知影通恳求祈祷来到伊面前吼。有婚姻感情的有真侪做事大人的拢烦恼讲这个囝儿孙吼，这个查某囝吼，佮找无对象啦，拢来讲牧师要安怎？阮就祈祷你也袂当用枪甲对无？所以咱讲求主来赐伊，互伊有一个听伊主心意的对象安尼吼。逐工课若无好的你就甲刷开吼。好，咱来为着这个来祈祷，你若有需要，你就起来，咱的同工会为着你伫这来祈祷来祝福邀请主来掌管，咱开声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奉你名来到你神的宝座前，主啊，你知影阮的需要，你知影阮的心、阮的身躯、阮的手所做，阮的工作。主啊，需要你引带，你是赐福气的源头，你是幸福源头。愿上帝你来赏赐帮助阮，知影安怎伫遮来经历你的恩典。你要赏赐阮是上好的，你的产业是上好的，你阮备办的厝是上好的。愿主你来赏赐帮助阮，互阮通经历。主啊，阮的兄弟姊妹来到你面前，就是拍开因的心门，伫遮来邀请你入来。既然拍门的，你就要甲因开门，找就要互找到。主耶稣，你讲劳苦担重担的，要来到你遮，你就要讨帮因做这劳苦，互因得到安息。阮知影面对这世上做这劳苦甲病痛，阮的兄弟姊妹有伫病院的，有伫面对这疗程，面对这病痛的锻炼甲折磨。阮恳求主你来怜悯，你伸出你大医治的手骨来医治因。帮助因，阮有做这个囡仔在面对考试，要来决定因头前的路。愿主你成做因的 GPS 来引带因头前的道路。愿主所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咱也为着做礼拜来就毋是伫迄个中间来听一篇讲道，是来免透过人甲人中间的关系你甲上帝有好的连结咱今日有这个爽大的这个时班咱先来读这段圣经来，就靠信心专心祈祷，常常祈求，就不时警醒，时常为着所有的信徒祈祷，嘛为着我祈祷，求上帝赐我信心，通好胆开嘴宣扬福音的奥妙。
为着这个福音，我现在做一个我体验的大赛，就为着我祈祷，互我通好胆宣扬应该讲的哦。咱为着做迄个礼拜吼，牧者中集同工的团队的服侍，会当有上帝听的同在。啊，咱个人甲上帝的怜悯，透过祈祷、感谢、恳求来到伊面前，变怎当得上帝的福气哦。啊，这个主日是圣神降临的主日哦。初代教会遐个掠鱼的、遐个无读册，为什么因会通伫遮？因为圣神的感动，大大来宣讲上帝的信息哦，好胆吼。咱今仔日的学习无比较差嘛，只是迄个胆量吼。阮上帝说，今仔有做遮个筹备会、小会、中级会，咱恳求上帝来祝福吼。为着敬星团契吼。所咧服侍的即个出家的即个兄弟姊妹哦，也互因会当伫即个信仰内底重新得到改变吼，伫耶稣基督内底成做新创造的人。我要邀请咱做伙起立啦吼，做伙起立，咱来祈祷，咱来为着牧师，为着即个中日同工，为着教会，为着咱家己的心来陪伴领受上帝的真理，开声来祈祷来。哈利路亚，主，阮感谢阿罗你，主你的心充满温馨，互你的真理得到开阔，互你的真理透过你的罗卜的传讲签名，帮助阮会当伫遮来明白你的真理价值。主啊，互阮的儿女敬拜你欢喜来接纳，你设立你的宝座伫这个所在。将你的喜乐、平安、甲福气降落伫你的教会，充满伫你的教会，充满伫这社区的朋友，愿主来祝福帮助。哈利路亚，感谢听阮的天父，阮的上帝啊！主伊是阮甲你相拄一个三甲组织做伙同心敬拜的时间，平常时阮有甲你有好的关系连结。今仔日阮做伙你当时的也有阮社区的这朋友做伙来参与来献诗。今仔是主圣神降临的主日，阮恳求你所想述的圣神，就是要教导阮，知影阮会通成做幸福的百姓，知影阮会通有永远的救恩，知影阮伫阮的生活中间，靠着主你所加添互阮开来，阮来面对阮的艰难困苦悲痛。是阮束缚伫下面的时间，伫俄罗敬拜内底，阮看见你荣耀的宝座设立，阮透过祈祷恳求，互你的恩典降临，然后阮拍开阮的心门，领受你教义的恩典。阮也要做伙用教是阮的祈祷文，阮要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抓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伊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按伊吟诗，按伊唱歌学乐，但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兄弟平安，平安。咱真欢喜当来到主的圣殿，要来学乐敬拜咱的主上帝，因为伊是至悬至大的主。阿妹吗？阿妹。咱这是用这首诗歌，咱来学乐咱的主，恁着学乐耶和华。耶和华。因为伊至悬至大，恁着爱好罗耶和华，因为伊是听，恁着爱好罗耶和华，伊有永远的主爱，恁着爱好罗耶和华，唱歌乐意，哦罗罗罗罗。Oh,
咱就爱学了耶和华，咱就爱学了耶和华，因为伊之管之大，咱就爱学了耶和华，因为伊是听，咱就爱学了耶和华，伊有永远的主爱，咱就爱学了耶和华。就我好乐意，哦咯咯咯咯，哦咯咯咯咯，哦咯咯咯咯，因为伊是听，咱就爱学了耶和华，咱就爱学了耶和华，因为伊之管之大，咱就爱学了耶和华。因为伊是听，咱就爱学了耶和华，伊有永远的主爱，咱就爱学了耶和华，唱歌好乐意，哦咯咯咯咯，哦咯咯咯咯，哦咯咯咯咯。因为伊是听，哦咯咯，哦咯咯咯咯，哦咯咯咯咯，哦咯咯咯咯，因为伊是听。哈利路亚！咱将一切荣耀拢归乎咱的主上帝。请坐，请坐。咱是有福气的人。因为主耶稣对咱讲，伊就是道路、真理甲活命。透过主，咱会当到伫白遐。咱就要找到这条通天的道路，成做一个有福气的人，成做主所疼惜的囝儿。因无你的人，地较有满足，上帝你的听，永远无变换。找求你的人，地较有福气，你每日供应，上帝是我的山崖。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阮的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追求心内温柔，就有福气。无你的人，幸无你的人，地较有满足。上帝你的听，永远无变换。找求你的人，地较有福气。你每日供应，上帝是我的山崖。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阮的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追求心内温柔，就有福气。上帝真正好，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阮的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
追求心内有盼望，就有福气。咱着追求，咱着追求心内有盼望，就有福气。感谢主，咱拢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因为主的疼在咱的中间，伊要看顾咱每一日，伊嘛爱咱将伊的疼分享给世间人，咱就要活出主的疼，分享主的福音，互大人拢会当知影主的疼，伫这个世间是遮尔奇妙，遮尔伟大。有一款疼对天而来，比山较悬，比海较深，千回头望袂着，却看袂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予人用心来听，将心内一款的疼活出来。耶稣的疼激励我，运用我的生命，予家己才做别人祝福。耶稣的疼点到我心内疼的焰火，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疼。有一款疼对天而来，比山较悬，比海较深，千回头望袂着，却看会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予人用心来听，将心内一款的疼活出来。耶稣的疼激励我，运用我的生命，予家己才做别人祝福。耶稣的疼点到我心内疼的焰火，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疼。有一款疼对天而来，比山较悬，比海较深，千回头望袂着，却看袂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予人用心来听，将心内一款的疼活出来。耶稣的疼激励我，运用我的生命，予家己才做别人祝福。耶稣的疼点到我心内疼的焰火，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疼。耶稣的疼，耶稣的疼激励我，运用我的生命，予家己才做别人祝福。耶稣的疼点到我心内疼的焰火，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疼。请咱做伙，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疼。请上帝，你是疼的源头，你是祝福的源头。你找见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伫2000多年前来到世间，
为着阮人类拍开一条救恩的道路、通天的道路，互阮会通因为信心，毋是因为阮做好事、做功德，是因为你的怜悯透过信心邀请你伫阮的生命中来成做阮的帮赞。耶稣，你的名的意思是上帝要拯救，上帝是拯救，上帝决意要互万人得救，无毋茫有一个人沉沦。这是今仔日你互教会一个使命，互万族因为你来得到祝福，有万族因为你的教会来得到祝福。愿主是阮所透过礼拜，互阮知影认捌你的真理，认捌你是阮祝福的源头。也透过拍开阮的心门，邀请你伫阮的生命中间来掌权，互阮知除了你以外，阮无别的拯救；除了你以外，无别的祝福源头。愿主是阮所，你的圣神来感动阮，明白你的真理，真理互阮得到自由，互烦恼的。互阮郁卒的来到你面前，阮的心、阮的神会通得到自由，得到透放。愿主接纳阮的恶乐敬拜，你的受恩宝座设立，互阮所恳求的得到应允，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三个来念圣诗298首，快乐快乐，我来敬拜，请起立念全首。同心三个额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阮的心坚定，阮的嘴要唱诗颂赞你，阮要伫万民当中来称颂你，伫列邦中来学到着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将高过伫诸天，
愿你的荣耀传过全地。爸啊，愿阮有份跟对着你一生，倚靠圣神带领来就近你，日日得着你的怜悯甲恩典，阮诚心来献上感谢。时间真紧来到了热人啊，天气渐渐炎热，使得阮伫肉体上随着季节的变化较容易来亚线。但是主啊，阮知，这是你对阮创造的奥妙，为着这一切要操练着阮心灵的健全，互阮更加迎照天色高飞，看见大地万象更新的变化，慢慢因着日光的把助，欣欣向荣，上赞你奇妙的作为。但透过着万行事的运行，嘛，互阮更加学习敬畏主的心。因为阮若单单倚靠家己的意志，也讲这是阮的才能所成就的，相信这就必枉然。因为你对阮的竞选，是爱阮谦卑渴望来跟对着你。所以愿阮好胆向你求讨，使我阮有一粒顺服安静的心，指教阮怎样来数算家己的日子，也得好着了智慧火热的心。伫软弱冷心的时，又愿意祈祷来到着你的面前，凡事献上感恩，领受你所赐的性命。阮将点半年度的时间摆伫你的面前，求你欢喜来监察，因为阮知随往时间按照计划来推展，总是无独独任何事拢下伫主的心意，所以呼求圣神的启示，教导阮众会友了解甲着参悟，并照着圣经的教导，万事互相效力。叫听信的人得到益处，确实主你要安伫迄个所在来得到欢喜，众兄弟姊妹也要极重欢呼，归荣耀伫主。过来这段时间，教会电梯的换新、敬拜时间的调整、场地兑换，可能会造成着了无适应、无方便等等的问题。总是教会牧长团队甲着负责的部门努力伫这事的顶面做上好的调整。找出合伫敬虔的敬拜方式，甲增进教会的增长，愿神圣神的同在，互阮整个的过程充满平安顺利。大家同心扶持，向前迈进，同享主恩，高举主的名。这是要特别为着敬虔团契来代祷，求你加添气力，甲信心伫保障牧师，甲着委员的身上，伫后疫情时代加加的事工，也已经开放，愿透过着敬虔团契运作。将主的福音带入世上自由的受刑人的心上，互更加较侪人听起福音的改变，来改变因的性命。有一日，中华社会成做因的帮衬甲着倚靠，也互团契的事工甲公部门的配合，以及财务部拢得到了正会友的代祷甲着奉献。阮安尼虔诚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第59篇，伫对罗马人书第10章来。启应文第59篇，恁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互伊对世人中高我，就会得到救。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致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互所有求叫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到。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叫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日那尼啊遐水。毋过，毋是所有人拢顺坦这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我所传的信息？所以，神是对听是听基督的话。毋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这是咱要请萨克斯风来献诗。
好，这是咱三个来共读圣经，记载伫旧约诗篇第16篇的第1节到11节。圣经诗篇第16篇，现着咱同齐来看。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地上的圣徒实在真珍贵，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去对别个神明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甲因的献祭，嘛毋敬拜因的神明。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顾守我应得的份业。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得到产业，实在真好。我要称赞驾驶我的上主，迷使我的心指点我。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伊伫我的正边，我也袂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我的肉体安然自在。因为你捌甲我放杀，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府，嘛袂互你忠诚的镜面落去深渊。你会指示我活命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的正边，我有永远的快乐。以上。这是要请本堂游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超找永远的幸福。哦，歹势，还佫有一个双大献诗吼。
咱愿一切荣耀拢归予咱主迄个赐福的上帝吼。感谢这个社区咱的乡里大学的合唱团伫遮献真好听的诗歌，要甲咱讲咱福气的源头，赐福的上帝是倒一位？你会通伫遮来敲揣。你所领受的福气是一个永远的，也是暂时的。咱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你互人有方法，有一条路来找你，透过你的话，照光阮所行的每一脚步，互阮会当行伫稳定的道路，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大家平安。咱今日透过正义到伫诗篇哦，诗篇是这诗人因所讲的哦，讲出来是因生活的经历。所以今日透过诗篇16篇，也会使讲是代表的金诗吼，金诗的其中一篇吼。伊感觉讲伊有幸福是对倒来。我要问讲，恁有幸福无？你即马有感觉你有幸福无？你的幸福是对另外一半，互你的感受，也是对厝的人，也是对可能一个团体哦。是对这个教会，互你感受到迄个幸福，也是拢安尼吼，安尼讲的拢是安尼互相刺激安尼吼，的话也是互相鼓励的话。咱会想讲全球啦吼，幸福的报告调查起来哦，差不多149个国家来进行即款的调查。咱若知影讲世界若被认为讲是上幸福的，No.1第一名的国家是对一个国家知无？瑞士还佫有无？好无？芬兰芬兰你若看周报你就知影啦吼。咱芬兰连续若2022年芬兰是连续5年。全世界联合国所调查讲，伊是上幸福快乐的一个国家。到底有啥物款的因素，互伊感觉互人大起来吼？感觉足欢喜、足快乐的吼。咱来看讲，咱隔壁的日本的第几名？佫有新加坡、韩国、香港，伊是伫咱的头前伫咱的后壁，咱摇看卖下来。恁做有信心的咧。日本是第54名啦，新加坡是27名，韩国59名，香港是81名，台湾呢？做啥？你自我肯定不过咱要面对现实嘛咱是26名所以伫2022年是东亚洲也是讲这东亚No.1的，所以有当时咱毋能唱衰家己的厝共款，家己教会共款，家己的国家共款。你若无要伫遐来肯定，可能伫人的眼中就是安怎衰尾啦，敢毋是？如果咱若无听即块土地国家别人无甲咱当作是国家，所以今年退步一名啦，去互新加坡赢过。以色列走去第4名。咱知影讲，芬兰为什么会真做全世界第一好幸福啦？有啥物款的原因？有捌去芬兰佚佗过无？有所以咱念来看讲，为什么会当互人感觉讲幸福？若上无快乐的咧，你感觉上无快乐、上无幸福的国家是对一个？北韩，这个国家是对，知无？阿富汗呐，阿富汗是伫迄个调查中间上无快乐、上无幸福的甲黎巴嫩因过去因长期拢受到即个战争的影响。所以你看讲战争会带来啥物？会带来物质甲非物质、物质跟非物质的一个影响包括外在甲心灵的
北韩阁无是上尾名哦。啊，有人讲乌克兰嘛是伫后段班无毋对啦，总是长期来看就是阿富汗。今年的报告芬兰阁第6年第1名。所以若讲影响幸福快乐有啥物款的因素？头一个就是健康平均的寿命，长岁寿。第二个是每一个人所生产的这个总值就是 GDP。咱努力打拼你赚所以伫迄中间有一个平均的总和。第三是因为你拄着困难的时阵，这个社会会将做你的支持，有一寡资源支持会帮助你，无人安尼拢毋插你啦。第四个是讲，这个国家有贪污无？有腐败无？这嘛是决定讲这个国家幸福无幸福一个因素。另外有一个是个人自由的程度。咱拄仔咧讲的可能是徛伫迄个无自由的中间的即个看法阁有咧慷慨为什么这个芬兰伊被称作是即个幸福快乐的第1名？其中9成受访问有认为讲，因的生活是真平衡，毋是干那对多一方面伫迄中间去发达甲追求所以照财经媒体CNBC 伊的调查啦，就是讲为什么芬兰这个国家会互百姓来支持、肯定，甲认为讲伊是幸福快乐的。头一个就是讲，咱即马有拄到一个少子化，对无？为什么少子化？养不起啊，饲袂起啦。无要结婚，结婚了不生，生了不养，养了不教，有这因素，所以芬兰伊在调查中间的友善生育啦，就是对这要生囡仔的，要伫遮来顾囡仔、托婴，有真好的一个政策。这芬兰的新手妈妈，伊伫生产的时阵了后，也政府会送伊一个大概这个百宝箱饲囡仔的百宝箱内底大概有60件对衫裤、对牛奶干啦、冷水啦、温度这豆尖啦、等这到睡衣拢有啦。阁有无共款的赛事的衫，毋是讲我送一个赛事，你穿无偌久就安怎袂穿的啊嘛？囡仔咧大讲1米大3寸就是大1寸都不得了所以你讲伫迄中间，阁有咧，就是讲提到伫新手的爸爸妈妈即个爸母互因有10个月的育婴假育婴假即个福利除了安尼因的健保，其实台湾的健保伫全世界嘛是互人欣赏啦，对无？教育的制度，智慧城市的规划。咱嘛是拢着即个目标，个就是讲影响人民幸福的即个就是有高品质的生活、医疗的水准，个咧为着这少年人创造真侪创业的机会、绿化等等所以伫这中间。因就感觉讲，透过这个环境所带予人的感受，会互伊对外在一直到内在有迄个幸福的感受啦当然，咱看为什么咱会退步，可能是因为这外在大环境的影响所以这对方这对话不时伫咧甲咱恐吓嘛媒体搁安尼无要听，搁黑白安尼放声者安尼，所以人会影响着人的心理内在所以咱今年都倒退1名啦总是你也看嘛是受肯定，伫大概全球140几个国家，咱排伫20几名。所以咱爱家己肯定咱家己，咱的厝、咱的家己的教会嘛是相款敢拢无好？其实你看到的拢是歹的嘛，也是你会当看到好的。这位先人牧区去退会，
讲话嘛在提醒咱啊。你有看到人的好无？还是见讲拢讲着歹？咱的教会敢真正遐歹？甲你的边仔讲真好啦，对无？好无？这社区的朋友。我顶礼拜五问这社区的朋友哦，讲啊，恁来遮有快乐无？有哦。我讲好伫地，因来遮真快乐，伫厝足孤单，你知无？孤单无人插伊啊。来遮呢，有设计遮的课程，预防失能失智、体适能等等遮。啊，就互因心灵。啊，我甲因讲哦，我毋通安尼哦来签名者，去办代志，啊了，敢来要食饭。伊讲安尼好毋好？因讲毋好。你知影遮社区朋友安怎回应？有一个过往的这个阿菊姐吼，伊个厝的人安怎？伊讲我的老母吼，人生上尾站是伫教会啦，厝无新的。但是拢话落塞伊来到伫教会，虽然尾站是较失智啦，但是伊真欢喜来教会。伊爱话落塞伊轮椅坐嘛来呢，伊足欢喜伫遮。明年1月7日，美国的教牧进修要来台湾，指定指名就是要来参访咱的教会。咱家教会若毋好，咱袂来看嘛。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幸福是因为你自我伫肯定，毋是骄傲，总是过头的谦卑是自卑啦。敢毋是？你定定讲恁斗歹吗？无啦，吼，每一个家庭拢有上帝特别，所以芬兰为什么会互人看作第一名？因为90%以上，因总真肯定因家己所做哦。所以兄弟姊妹，甲你的边仔讲，你是上赞的啦。咱毋通光拢看到别人的歹，所以今仔要提醒咱，就种上帝互咱每一个拢有无共款，拢真好的哦。总是这个世间有真侪是外在的，因为时间环境的变化。所以啊，即摆咱看诗人大笔吼，伊对一个顾养的即个高死囡仔呢吼，因为伊甲迄个高利亚咧对讲的讲，哦，啊你这高死囡仔，哦，啊你若要炸武器，啊你举一支管仔来是要讲教的哦，吼，甲对付迄个高墙大汉的2-3公尺的。但是伊讲哦，我虽然细汉，我是瓦克啥物人，我克迄个万军的耶和华，哦。要甲你念头饲家母啦，你知无吼？所以伫迄中间，咱有看伊讲，代表伊感受到伫即个世上的变化吼，空啊，伊对各样的较有作王。你知影到尾啊，有真侪遮失败时，伊甲上帝的关系嘛是真好啊。上帝透过先知甲伊讲，你做毋对啦，佮用比如毋敢直接甲讲。伊讲迄个哎呦死，伊讲就是你啦，哦，伊随时悔改。伊家庭嘛有真侪遮问题啊，囝要杀老爸啊，总是伊无论伫成功失败，伊拢维持一个讲甲上帝关系哦。所以这关系若拍歹哦，伊一世人就乌有啊。所以伫遮咱看讲即段的诗篇咧提醒咱哦，咱要怎互咱追找幸福是会毋是暂时呐，定是会当一直到永远。传道书的作者伫第1章第20讲啥？你一直咧追求拍拼，这外在吼，伊讲啊，空虚的空虚，啊，佫重吼，空虚的空虚，啊，佫来咧，一切拢安怎？拢空空啦。所以无采你咧拍拼嘛，啊，所以你咧拍拼是，我毋是讲安尼，你就拢莫做啦，哎呀，但是你爱追求迄个会互你一直到永远的嘛。我常常伫个别礼拜讲分享讲哦，灵车后壁是载啥？载你的金银财宝吗？载你的遗体安尼知无？所以啊，金银财宝是留互啥物人？留互你厝的人啊，留互你心所爱的人嘛，敢毋是？你无法度早走，但是你会通早走是啥物？
咱今仔来看，讲有迄个永远的一个福气啊无哦？所以这个福气是对倒来，福气的源头是对。你为什么知影讲啊？水道头啊开的水就有？伊爱接迄个源头，敢毋是？若无迄个源头，咱咧欠水啊，祈祷祷的哦，上帝就互咱迄个对吧？互咱有水啊！啊，你也知影讲，迄个源头嘛会打去啊，迄个水库嘛会打去啊。当时源头伫倒位？你今仔要超找这福气，今仔互你豪车豪宅，对无？加一个豪华哦，啊钱你来付出来，对无？我会记2016年的时阵去德国瑞士，哦啊为着要坐了较爽快，啊丈人丈嘛80岁啊，坐较爽快，经济舱就甲变加两字叫做豪华。哎呀，知影加豪华爱加偌济钱无？来回加13,000呢，安尼开会起啦，还好啊，对不对？毋是坐迄个商务舱也是了，对无？哎呀，还好吼，迄脚会当伸直安尼吼，袂歹咧哦。所以，但是你要加豪华落爱加啥？付出代价，敢毋是？今仔咱咧追求的，会当互你的豪华，互你的好，互你的这个水，会当一直到永远啊袂，还是一工两工、一年两年都无去啊？无彩你咧拼，一个土石流来，一个地动无去啊啦，敢毋是安尼？哦，所以一个战争来，你外口趁无去啊。所以咱免啊吼，即个会当一直到永远，迄是一个真要紧的关键。不过，咱咧追找这吼，拢有一个迷失啊，一个失迷去啦，迷失去就是安怎？头一个就是讲，咱会用物质，而且来看讲幸福还是无幸福。所以现代社会消费的即个观念甲方式，就会影响哦。你甲迄个物质哦，我享受我食高档的哦，我迄个毋是乌鱼子啦，鱼子酱啦吼，乌鱼子甲鱼子酱有差无？有啦吼哦。啊，你落嚟甲法国的迄个有差无？有差哦。你去海产塔食，甲去迄高档的法式餐厅食迄个法式的锅牛肉，甲我较早最爱食迄个炒肋肉，你知锅牛啊，有差，对毋对？哦，伊讲哎哟，你也敢食迄个是？你啊细汉我就是靠迄去趁钱做家己的所费咧，去捡去卖咧，所以。咱有当时啊用外在即款的物质，而且吼开豪车、豪宅啊种，即款的一个迷失陷阱，啊，你敢真正快乐吗？你敢真正知影讲真侪这豪宅即马送咧大？恁知啦吼，都毋是家己咧大，拢是安怎有当时啊外国的这劳工来咧大，敢毋是？哦，所以因做爱台湾的，就是安尼吼。总是伫遮诗人咧提醒咱做个读来，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固守我应得的份约。咱咧追求的，咱透过消费可能，即摆消费方式哦，即个方式哦，手机啊足方便对无？有偌济人即摆消费方式咧订物件是透过手机啊、电脑，偌济啊？一定拢无，还是拢毋敢讲？我若手机啊拍过去看，哇！这也爱，迄也爱，对无？所以你爱知影安怎节制迄个消费哦。有当时啊看电视你哦，介绍甲偌好，你知偌好你毋知哦，所以怎啊就甲买落啊，送来一堆啊，根本毋是你需要的，敢毋是？第二就是讲咱哦，暂时满足咱的即个内在感觉，讲哎呀，安尼我啊袂歹咧吼。我问讲。偌济人用苹果的啊，迄个苹果加一喙的，偌济人，恁手摕苹果的啊，恁是几代哈？12，有14的无？没有啊，哈？你是多少？14，哦，你最新的呢？哦，是。你若即马上新的14嘛吼，我刚去迄个中华电信讲，15个当时出来，伊讲今年哦，表示讲14哦，我这11个尔啦，吼，我毋茫追求这，你知哦，总是我咧等15个。
为什么？你可能会追求迄个功能，对无？翕相翕较水的，对无？哦，会通做啥物代志？有当时我也无顺讲，你用遐好的手机，要创啥？啊，敲电话来，啊无就追剧尔，哦。我昨问讲，啊，恁拢安怎？恁有兴趣是啥？手机起来啊，追剧，哦，我毋知恁咧追啥物剧安尼啦，吼。一出完结篇了，过来咧。所以伫遮，咱看讲未来可能即个会淘汰啊，有可能无？未来敲电话可能安尼啦，你头壳懵一个，对无？就像安尼，啊有无？哦，迄电影做做有可能呢，过来咧，有可能是你像这倒安尼，记一个，懵一个，咱看迄电影哦，迄一个立体就出来啊。你永远拢无法去。好，有这去满足你迄个啊，你的求知欲嘛，是毋是？所以有当时啊，迄个假象会影响咱哦，忽略干那看外在，总是无看到内在迄款的心灵的需要。其实咱用这追剧了咧，你心灵会感觉空虚啊。少年的人爱耍啥手游啊，哦，有当时安尼看佫无够，佫买一个迄个投影机吼，安尼面床倒的安尼看，你知无？我毋是咧讲我的囡仔吼，所以伫遮物质可能互咱迷失伫讲去追求这外在第一代、第二代啊，15、16过来啊，可能无法度永远满足吼，所以忽略着心灵的平安甲富足。咱来看诗人咧提醒安怎？所以我的心安怎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安然自在。过去咱无这科技，咱嘛感觉足快乐，敢毋是？无共款的时代，无共款的这生活的趣味啊，敢毋是？即马若叫你莫用手机啊，你会安怎？痛苦啊！莫讲莫用手机啊！你若看到迄个吼电池啦吼，剩几趴，你就安怎？恐慌症，你知无？啊，得要无电啊，得要无电啊！哦，你知影即摆我的消费若去洗面去啥，就是手机安尼有咧，哦，啊，若迄个就哦，啊无就是 Apple Pay 甲有一个安尼就出去啊。所以你会足烦恼讲哪？无电啦，啊个啦，放弃无啦，敢毋是？所以引起咱内在迄款的操烦，你知无？迄款的紧张啦。所以愈科技可能会愈引起咱真侪这心灵的一寡这空虚，也是讲束缚。第二就是讲自我中心的一个迷失啊。种今仔即款的社会，拢讲啥？我，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若讲一句话，哦，讲就是安尼。啊，别人若咧讲，你拢无要听。像我讲，你到尾啊，就安怎孤单，因为无人要插你，无迄个互相学习互动。咱看诗人大笔在提醒咱哦，伊不是咧感受上主伫我边，毋是干那咧讲我。伊知影有一个会当帮助伊，会当支持伊的。咱做下读来，我不是感受上主的同在。伊伫我的正边，我袂动摇啦。所以伫遮咱有讲自我的一个中心哦，即马咧去中心化也好，还是讲要去掉遮，就是讲，互每一个人拢会通伫咧中间，毋是干那个人的主义哦。第二，你的追求是有意义啊无？是暂时的满足你的眼目、你的耳目，欢喜安尼，爽快者安尼，但是。真正会通带来，互你这名声地位，咱讲知影，一百年久都无去啊，对无？你偌有钱，股票啪就，对无？可能一夕之间无去呢。所以你追求的是毋是？诗人一直咧讲哦，只爱外在暂时的，所以毋是讲你莫追求，总是会当互你一直到永远的。你有迄个意义啊无？所以伊咧看到对现在一直到未来哦。你的未来要对倒去？100岁年老了要去倒？你知无？
伫个别礼拜，我常常咧提醒，咱拢甲孔子平巧，对吧？你问伊讲，以后往生要倒去哪一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啊，伊安那？不知道。我讲你甲孔子平巧，孔子嘛讲未知生，焉知死？伊嘛毋知呢，伊嘛毋知。虽然咱称呼伊做至圣先师嘛，对不？但是伊毋知影。但是圣经讲，你可以知道。大必知不知道？知啊，咱来读看卖来。你会指示我活命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正边我有永远的快乐。呀，永远的快乐伫倒位？迄个快乐的道路伫倒位？耶稣讲，我就是迄条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人借着我，照着我，无人会当去到天父遐。哦，伊甲咱报一条路呢。毋是你做功德做好事会当去啊，是你有信心啊无？第三就是讲，咱忽略着别人的一个价值啊。所以伫迄个忽略别人的价值的中间，你知影就是讲，咱干那顾家己就好啦。哦，所以我咧鼓励遮讲，咱有夏令营，咱有遮个志工、昨志工队倒去旅游嘛，对不对？哦，我因为本来要去啦。但是昨暗讲到，所以我无法度去，有迄个负担嘛，所以伫迄中间啊，忽略了别人的价值。为什么要做义工？咱有真侪社区的志工，咱的兄弟姊妹嘛咧做志工。为什么啊？你敢若毋是敢若看到家己的价值啊？定你看到别人的价值，你互你的价值会通分享出来。人讲施比受安怎？互人的比替人的安怎？较有福气咧。啊，你知影哦？你互人找，你会减少袂？会啊袂？袂呢，会搁较济。我昨看一个节目啦，吼，我爱看美食啦，吼，伊就讲，伊咧做一寡只个煮食的吼，啊，较早食毒啦，吼，啊，歹囝安尼，吼，哦，啊，老母哦，目屎流目屎滴。到尾感动伊看老母安尼哦，遐尼老啊，啊目屎流目屎滴吼，伊本来是要自杀啊，哦，总是看老母安尼年老遐可怜安尼吼，伊总决心伫遐改变，啊，莫食毒啊安尼吼，所以伊伫迄中间有气力，伊逐个月一礼拜一遍啦，送320个便当去互遐个家友啦，哦，咱讲恩友安尼吼。伊安尼付出啊，一年爱头成千万呢。但是因为有这无论是讲这政治人物，还是这里长，还是这个有负担的人，伊就看到，伊就讲，来我斗出，对无？所以当伊咧付出的中间，有无去无？无呢。伊趁着家庭，伊趁着甲父母之间的迄个关系哦。所以伫遐，伊愈付出，人真侪资源就入来。今仔咱咧做嘛，有遐企业。看见咱咧做的时阵，因愿意一年上无50万来奉献伫咱的社区哦。兄弟姊妹，你若是有企业，咱用成兄弟公司嘛是安尼哦。伊伫遐担任总经理，伊会通伫迄种公司嘛有即款的，为着咱的教会在做这公益的中间来奉献，迄种会当报税，你知道？咱中间有企业，其实嘛会通有即款的。对教会奉献，咱正是财团法人也是法人吼，咱拢会通伫遐报税，对啊，财报积住天顶吼。所以咱若忽略人的价值，你干那顾家己，那呢你的资源会愈来愈少。上帝呼召阿伯拉罕，我要福气互你啦。啊，你若我祝福你，人甲你祝福，对无？就讲甲你有好的关系。那安尼呢？别人要因你安怎得福啊？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哦。所以今仔日咱领受福气，毋是家己独得的，是要互人因为咱来得到福气。所以咱的社区的据点爱号做，我甲号做得福啦。所以说要因你得福，要互人因为你来得到福气安尼走。阿伯拉罕上帝甲呼召，上帝嘛甲讲要互人因为你，互万族因为你来得到福气。第三，咱咧追求这有一寡迷失，就讲压力甲无确定性啦吼。所以伫遮咱面对讲未来要安怎？即摆囡仔要读啥物册？爸
父母拢甲决定好好，也是囡仔伊家己会有才调去面对伊头前的道路，伊安怎找救哦？这位上帝指示咱头前，啊，你毋知影通好甲找救，拢问专家。过去咱做爸母的拢，啊，你已经爱读册，结果哦，囡仔读的哦，伊无照安尼去行，伊家己个兴趣去学啊，加开会真侪只时间哦。第二就是讲，咱家己咧担心啊，未来要安怎哦？咱家己未来出路，百岁年后的出路，所以咱拢用家己的方式，伫遐内底控制、内底铺路，拢是无采工啦。咱来听看诗人啊讲来，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啊？是安怎伫我内面海惨啊？着仰望上帝，我要求要称赞伊，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所以伫遮诗人嘛是面对着遮个未来无确定性，所以伊家己伫遮提起吼。第三个就是讲，迄个袂是拢袂记上帝甲你三个同在，你干那拢靠你家己吼。诗人就是讲，伊面对伊咧互追杀，伊咧面对扫罗王面对遮个要陷害伊人的时阵，伊讲伊感受到上帝拢也保护，拢甲伊三个同在。咱来读来，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伊伫我的正边，我袂动摇啦。好，这是咱咧追求中间有一寡遮个迷失。啊，咱拄着遮幸福的一个关键，最要紧的就是关系啦。甲你迄边仔讲有关系就无关系啦，啊无关系你就要建立关系啊，所以哦对毋对？民族，我即摆欠迄落10万哦，啊你会当来借的袂啊？关系若好哦，伊讲啊有够无啦？若关系无好哦，连一箍银都无爱插伊了，敢毋是？对吼？兄弟姊妹，咱有看迄个关系，你甲上帝关系，就是安尼哦。伊知影你的困难。啊，你会通开嘴甲伊讲袂？哦，所以诗人咧讲，我要称赞迄个教是我的上主，迷是我的心，要指点我。现代中文咧翻译讲啥？迄个要唤起我的良知啦、良心嘛。哦，对讲你去啊，甲伊连线的时阵，你甲赖一下，你甲祈祷一下，伊会安怎指点你啊？伊会甲你讲啦。哦，所以。祈祷灵修是第一步，为社会平安。我袂晓祈祷啊，我讲心事啥人知？讲互上帝知，靠耶稣的名，阿门。有简单无？你心事甲讲，靠耶稣的名，阿门。这就是咧祈祷。你足够甲人赖啊？你无赖去。我问迄个遮社工，啊，你有赖啊？有赖？有赖啊？还是无赖？就是讲牧师我无赖。伊无咧用手机啊！我这个时代佫无用手机啊，真正哦啊！为用手机啊，咱的宋大嘛开个手机班，足抢手，你知无？逐个拢来学，知影要安怎甲伊囝儿孙沟通。上帝互咱一支无形的手机啊，你会知影安怎甲伊沟通无？所以7月29。咱的灵命更新部，咱要举办一个讲祈祷灵修，要安怎灵修，要安怎线路才会通，50个名额尔吼，咱会当把握这个机会吼，伫教会吼，所以7月29早起9点半到下晡4点，你若要互你的性命甲上帝连接有好的发达，你知影迄个秘诀无？安怎祈祷？祈祷有真侪这方式。恳求的祈祷，学乐感谢，所以伫遐咱第二就讲，你若毋知影要安怎祈祷，你就 YouTube 甲放咧，选一首诗歌，学乐的诗歌，你也放咧，你对伫遐祈祷，对伫遐唱，迄就是一个安怎，甲上帝真要紧的沟通哦。第三个就是讲，你追求上帝的心意啦。诗篇16篇伫遮，伊一个真要紧的美角伫倒位，就是伊知影上帝陪伴伊，甲伊三个同行。细汉咧行迄个山路时，你知影哦，迄个惊呢，哦，要对外公的即个内底，迄个佛光山边仔迄个山内行出来会惊，所以就哪行哪唱歌，哪行哪唱歌，你就袂惊啊。所以伫遮追求上帝心意中，你爱我创啥？上帝好亲像导航，你来引带你 GPS， 咱用的导航，佮甲伊带去安怎？带去迄个坑坎对无？带去迄个气温啊，哦。带去迄个真正无路通行啊！但是今仔上帝要甲你带是带伫一条稳定的道路，带伫一条永远福气的道路。
所以你要问你的婚姻吗？常常有人来问牧师讲：牧师啊，囝儿查某囝唔嫁唔娶要安怎？讲我也知。总是咧为祈祷嘛，咱为祈祷讲，互有好的对象，敢毋是？爱囡仔要安怎？带了牧师祈祷，总是束缚是在上帝嘛，敢毋是？上帝就应允束缚，上帝嘛看咱的需要。第二就是讲，咱知咱爱操练啊，所以为什么要办这宴会？就是互咱知影讲，你若袂晓祈祷，你嘛定来讲，牧师我就袂晓祈祷，你替我祈祷。牧师毋是24小时拢伫你的身躯边啊，你会通学安怎祈祷？囡仔条件妈妈好，要食啥？祈祷啦，毋是食乌干仔飘，行风散散。安尼就知影年纪啊，你知无？所以祈祷囡仔，我细汉囡仔祈祷，做面梦，伫嗨惨的时阵啊，半暝听到过安怎？知影有这个教育，洪耶稣名捆绑这个教育灵离开，哀一声就让我点伊啊，你知无？所以你要知影分辨讲安怎去祈祷听上帝的声，然后甲操练落，对无对？迄上帝的代志啊，对毋对？你凭你的信心来祈祷，要成就，要答应，迄是上帝的代志。你学要安怎祈祷，你着做到卡手机啊！你若捌这位上帝，你就好甲伊有好的关系吼。所以伊咧听上帝话，伊讲我无要听这个参悟，这个神明人手所做，我无要伫遐拜无靠家己的气力。咱常常我靠家己，家己无力啊当来找上帝，对无？无路啊，当来找上帝，敢毋是安尼？你哪会无爱讲？我要做啥？上帝啊，你指点我。暝是你指点我，日是你指点我。上帝甲你讲，无论你做倒一项行业啊，上帝无迄个袂晓的，敢毋是？我甲囡仔讲，我甲这少年讲我讲你若要考试你读册时，你用上帝开我的心窍，我看你的话了，我看这个册遐话对我来讲，我就是重点，会考出来你教囡仔求上帝，你开我的智慧心窍，互我看会晓这个内容，知影对是重点。你若知影安尼通困求上，毋是我靠你家己开力啦，毋讲好你外后背对无？你会通伫遐融会贯通。上帝互咱讲心意更新的变化，心意更新变化嘛，所以毋是我靠我家己开力。最后一个就是讲坚定的毋忘，你知影讲无伊袂使啦。今仔你若知影无上帝袂使，你就袂安尼后边去找啦。第三，最后一个，互上主这位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来伫第一名。你知影诗人讲，我甲上帝摆伫倒？上帝摆伫伊倒后边吗？头前，我甲上帝摆伫我的头前啦。意思就讲，伊来引带我。咱咧信耶稣有当时讲信伫对，信伫对，较只拼啊，较只拼咧，毋是信伫心内啊。所以拄着困难，找无啊，伫你较只拼啊。所以毋当有纯信说半信兄。你若要信就信，无就莫信。莫遐摇移，莫遐迄个对无？所以上帝话是真实的，伊会指点咱，互咱戆人会得到通达。所以你对有信任无？诗篇的作者讲，我不时感受到伊的同在，所以伊伫我的正边，伫我的边啊，我就袂摇动，袂安尼偏来偏去，无啥物主张啊，敢毋是？第一就将迄个信用挖出来。咱拄好有迄个医疗咨询嘛，有真济人听到伊就愿意伫遐来行。这志工嘛，互有这少年的对无？囡仔来，你愿意陪伴啊？我拄到一个少年的要来报志工，我好像认识呢，用就不是，我就是博宏毋是我这个博宏啦我看伊对迄个学员一直到安怎，一直到伫迄个志工安尼，伊替因小弟来报名，因为伊知影好啦，伊知影来遮，伊会通分享伊的生命来祝福。
今仔日咱做志工嘛是共款哦，去分享你的性命哦，咱会通互人感受到上帝好。咱做下读来，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啦。咱人做伙是欢喜吗？还是插目？上帝叫咱爱做光做盐，对无？啊，你讲出来的话是咸笃笃。上帝叫我做盐啊！啊，你讲出来的话是肯定人、鼓励人，还是咸笃笃拢咧咸？哦，啊，做光安怎？你看人拢插目，啊是你会通直接人因为伫你的心上来看到讲，好的模样。光是照人头前的路，敢毋是？所以咱母亲节送迄个，恁有用无？暗时若要起来放药做好用，你知道？你袂去踢着啦。最后一个就讲，你若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伊随时知你的需要啊。你孤单无伴，上帝拢袂伴。互你袂感觉讲你孤单哦。即个欧阳红婷哦，即个姊妹哦，伊较迄个查甫性质的，所以伊足爱参加一寡遮个活动，参加义消啊，等等遮个哦。后来因为一寡囡仔的身躯也有一寡毛病吼，若到暗时吼就开始咳嗽，日时拢袂哦，暗时就开始咳嗽，所以伊就无步啊，看医生也看袂好，就带去强庙啦。奇怪问一下收一下囝会讲碗好去安尼吼，所以你知影邪灵嘛有迄个影响咱哦，伊就开始开时间伫咧强庙内底哦，伫遐服侍安尼。伊看到迄电火条，拢讲信耶稣得啥？毋是水牛，迄若可以就变水牛吼，永生啊！伊讲那即个上帝遐尼独裁啦，别个敢袂使安尼啦吼所以伊就对基督教的信仰较一寡排斥，所以去强庙中间因缘安尼即个机会啊，所以伊就做倒头知无？就当机伫遐咧启动的时阵，人咧讲啥的时阵，伊就哪像做翻译的安尼有了解无？所以翻译就是安尼，伊拄咧讲的安尼啦。所以当机咱倒头是一大的所以定有人来问代志啦，问代志伊讲奇怪，较问嘛是拢即几个安尼啦，你知道？有一遍讲一个基督徒来问啦，为什么去问？为什么基督徒会去问代志？去强庙就对信仰无清楚无好对毋对？对上帝无认捌所以毋通走去，所以像安尼，这也袂，迄也袂。伊就看讲这个基督徒来问的时阵，伊这个师傅甲讲啥？你的代志我毋敢管。伊知影讲伊基督徒迄个背后上帝，伊讲你的代志我毋敢管，免问。伊当伫边仔看，哪有即款的代志安尼了后，伊身边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甲传福音6年伊拢无做问着啦。囡仔着囡仔，有夏令营招囡仔的，去教会感觉足欢喜的啦。所以囡仔爱来，爸母爱陪伊来无？无我带伊啦，我带伊去带久了囡仔足爱去伊怎啊歹势无我家己带啦。所以带囡仔来教会遮个活动安尼时阵伊就无聊就来参加插花班嘛，参加迄个烹饪班安尼有一遍伊是感觉好奇内底咧唱啥物歌耶和华祝福满满唱听到迄个诗歌，哪像咧插伊的心啦？听目屎哪流，听目屎哪流，哪像咧对伊讲话安尼？伊从开始日时若礼拜，日时去做礼拜，暗时就去安怎做倒头。有一遍伊的老母去诈骗集团，你莫互骗过吧？骗10万块，伊就要问耶稣啦。耶稣讲：阮老母去诈骗集团骗10万块，要安怎？耶稣连讲都无爱讲，贪啦，免问。伊讲无采我伫遮做志工，无采我伫遮服务
啊，你练一个，无你嘛好好甲伊用咯，对无？你敢若讲一个贪啊，莫问啊。所以伊种切心，伊最后甲迄个心愿讲哦，最后即边哦，以后我要信耶稣，我无爱甲你拜啊哈。伊就怎离开，开始去教会，开始接触，开始伫遐训练一寡装备课程。了后，伊搁较捌这位上帝，捌这位属上帝。你知影哦？迄2年啊，有一天有一遍哦，一个月内底哦，伊的业绩足好诶，所以连续2年哦，是最佳绩效奖啊。所以感受到讲，对伊的事业、对伊的工作，这位上帝真正呢，我甲祈祷哦，毋是讲莫做，就讲照伊的期间做，所以伊家己伫咧中间来领受上帝的供应哦。最后我要来讲，就种伊甲伊的查某囝关系啦。啊，囡仔要读啥，拢嘛有大人有主张啊。你着爱大家读医学，爱读啥物学对无？伊的囡仔高中生哦，伊就无要迄落啊，插伊妈妈嘛，单亲哦，所以伊就感觉足痛苦的。若照过去的个性就啊，一个就甲扒落啊，你知道？当时无伊忍落来，然后伊看一篇文章哦。哥林多前书13章的第1节，伊讲哦，我若人讲万人的言语、天才言语，若无听，就正做响的锣、弹的喇叭、鸣跟锣啦，吼，就种迄个铜锣安尼哦，刺插着伊哦，若无听，我讲伫家庭若无听，教会若无听。你的公司若无听，我讲无采工啦，敢是？所以就写一张批互伊的查某囝。我毋知影安怎做妈妈，原来我趁钱要饲你，搁较需要互你有即个听，毋是用外在来满足啊。今仔日咱要安怎伫遮来找求这位上帝，互咱真正有透到永远的。我信，你信这位上帝是真正互你永远的幸福吗？你家己经历安怎？昨我问阿美妈妈对无？这要互你上帝甲你听吗？甲你祝福吗？你爱吗？你知影伫遮，总是你爱，你就是甲恳求，你甲讨，上帝足慷慨。咱做伙起了嘛，上帝足慷慨啊！你找就要找到，求就互你得到，拍门就要为你来开门哦。咱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哦。上帝真正好啊！你有担到迄个滋味无？你若担到迄个滋味，你就爱甲人分享啦。所以耶稣就爱讲，恁就去哦，甲人分享，互你有好的见证。今仔上帝要透过教会，教会是啥物人？是你呢？是我呢，咱有这社会的朋友感受到来教会好嘛？咱的校长夫妇真用心，这同工真用心啊！当你若愿意伫遮来服侍，检菜是一个服务，一个牛血啊，我讲迄拢将帮咱祝福因的。你伫厝若永远无代志来教会做义工，上帝要开阔你的境界，使用你的文字，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的人得较有满足，上帝你的听，永远无变换，祈求你的人得较有福气。你每日供应，上帝是我的产业。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一步，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稳定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一步。咱着追求心内温暖，就有。咱来讲，上帝真正好，
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稳定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追求心内温暖，就有福气。咱着追求，咱着追求心内温暖，就有福气。咱三个来祈祷，上帝你真正好，为阮备办上好的。有当时阮唔知影要对你来讨。你要真做阮的朋友，智慧朋友就是阮的主耶稣。你要担当阮的罪恶甲烦恼，真正阮是有大大福气的，万事拢通对你讨。当时阮的心肝有失到你所要予阮的平安，阮豆豆伫遐艰苦的事，伫遐来操烦。真正阮有福气，因为你随时咧等待阮对你来讨，来找求你。你是阮永远福气的源头。当阮开嘴对你来求讨的时，主你对阮讲：“我伫遮。今仔来我遮找求的，劳苦重担来的，我就要互恁得到讨棒，互恁得到安息。感谢听阮的天父。”你为着阮备办一条稳定的路，互阮用信心来行，也互阮领受你的福气，也通成做祝福的管道，来甲人相甲分享你的好，互因会通甲阮同得福音的好处，同心伫你的面前恳求感谢，祈祷靠耶稣叫圣名，阿门。啊，这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谢。起立。我的只有愿乎你，出龙潭的水，我会在前你受死，甘愿向你做起鼓。听完了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疼，感谢你的恩。主，因为有你的话，真做阮每一个人心内的帮助，互阮每一个人得到满满的喜乐。主，阮也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会真做阮脚前的灯，顶路上的光，互阮
每一个人行伫你所引出来道路。主，你啊，阮也感谢你，互阮得到，互阮每一个人拢是得到主你蒙福的囝儿。主，阮搭要感谢而乐，阮要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气力，为主你所用。主，阮的感谢祈祷，奉耶稣叫圣尊名。阿门。这时请牧师来报告。来，报告大声，咱要来欢迎头一面伫咱中间来做礼拜的兄弟吼，有桑月儿吼，另外五姊妹，毋知伫倒位，好无？后壁遐吼，也嘛是拢来参加社区的吼，咱的据点吼。来，其他的，来，咱遮的松大吼，咱社区的朋友徛开者来，徛开者，咱甲因欢迎啦吼，咱的送大主日吼，来请坐，请坐。好，来，若其他无吼，咱做伙来看周报消息啦吼。咱明仔载开始这个电梯咱感谢每位长老夫妇安尼奉献啦吼，安装爱1个月。所以嘛为阮兜祈祷吼，逐工爱爬楼安尼吼，所以伫即个月中间，咱有真侪遮个教室啦，咱活动拢爱做调整啦吼，所以伫即不便中间，咱为着遮个工程会进行，我会祈祷讲，互迄个工程赶紧收束，毋免甲1个月安尼吼。后来咱的7月7日也有第4次的圣礼典若要洗礼，伫6月18进前，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中集会了后有要调开小会请小会员留步。1点有要调开即个410厝的410厝的中集会尽量即个同工会当留落来参加，除非有即个紧急的啦吼。代志当请假啦吼，配合个电梯咧更新啦吼，图书馆暂停即个开放到6月底造成不便请咱体谅有中华传道部有主办即转化教会七步走吼小组教会演习会伫咱教会也正做协办新加坡的王牧师来主讲牧师甲其他一个牧师是做讲师安尼吼陪伴来教导咱的小组若有捌上过你早课本来一个人是500块，若毋捌上过，要安怎知影安怎组入小组来牧养会当甲主任干事张宇来报名缴费报名到6月15我鼓励在小组的同工牧养的同工会当做伙伫遮来学习今日咱嘛有遮个医疗资讯去到伫市立图书馆来，咱7月第1礼拜有定要恢复中昼的爱餐咱无用煮的啦因为外送总是咱家己来有服侍同工3个人一组来拍菜安尼啦，就种分菜无我讲，咱若家己去看150个可能剩100人食咱150个人会当食到180人需要有遮同工伫遮来切菜安尼会当甲即个苏清执事甲咱里面干事来登记即个就是有青年营即个青年营咱若有厝有遮青年会当鼓励28月23到27另外嘛有即个夏令营需要有志工佫有遮囡仔的报名，咱拢把时间，因为这真紧就会额满啦英雄梦工厂这青年真热心啦咱厝若有遐营营伫厝无啥代志，你就鼓励因出来做志工咱即礼拜六这就像
兄弟伊的查某囝义进甲迄个听俊兴兄弟要伫咱的教会来举行结婚的礼拜，愿上帝来说即对新人建立新的家庭。咱其他请咱家己来看请咱来看周报即个金句来，咱再来读两遍，做来。我要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诗篇16篇第2节，搁一遍。我要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诗篇16篇第2节。这是咱来吟祝福的诗歌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煞咱请牧师来祝祷。愿主赐保护你，愿上帝恩更遍照你，也应慈悲款待你。愿有上帝常常挂顾你，守护你平安。同心祈祷，领受上帝赐福。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伫十字架顶所留的宝血来热看恁，出入平安。也愿主上帝永无改变的慈爱临到恁，保护恁，互恁有上帝慈爱正做盾牌的四面来固守，有主圣神来保守、看顾、感动，互恁捌真理，真理，互恁会通得到永远的福气，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免，阿免，阿免。请坐，请恁默祷。咱的礼拜就到这，愿上帝平安，祝福甲咱三同在彼此伫这来请安，来祝福。